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今日要来小解一个最好用的工具词典，台语词典叫做找台语。来，大声拍开 Google， 一拍找台语，会当超找到即个找台语的词典咯。接下来，咱怎拍呢？你若要拍白话字，你有迄落拢体会当用，你着选白话字。譬如讲，我拍车头，好，安尼咱就试开始找。咱若咱找到车头是啥物意思？吼，详细来看，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吼，有7个词典会当互你看，每一个的解说有停车场，阁有应对英语，实在真好用。好，安尼咱若是教育部的呢，会使找着。好，我来拍火车。火车，好，开始找。好，咱会当火车就是蒸汽车 ，a train。咱会当看到英语的，嘛通看到即个汉落的台文解说。安尼你敢会晓找啊？啊，若是讲啊，我袂晓拍台语，要安怎呢？无要紧，遮有华文甲英语。譬如讲华语，咱来拍。国小，好，开始找，咱找着啥 ？Public Elementary School。咱嘛当讲国校，对无？上标准的咱讲国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表示这6个词典内底有即个语词。好，咱搁用英语来做范例。我拍 line。我拍 Apple， 好 ，Apple 是啥？就是苹果嘛，哦，上简单的语词嘛讲苹果，哦，苹果、苹果拢会使。好，安尼我就小解到遮咯，多谢大家会当用即个词典咯。